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11月17日至2025年11月21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港股最近受到多重因素影響，走勢喺高位拉鋸。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暫時緩和之後，內地政策焦點轉向刺激國內消費同經濟，陸續推出好多利好措施，為港股提供基本面支持。再加上多隻重磅藍籌股第三季業績普遍好過市場預期，帶動恒生指數一度重回27000點心理關口，仲成功守住呢個水平，顯示市場經過調整之後，承接力仍然存在。技術上，本月恒指走勢係先低後高，20天同50天移動平均線保持多頭排列。如果成交量配合到，技術上仍有機會挑戰10月初嘅高位27381點。不過，外圍環境依然充滿變數，係目前港股最大嘅不確定性來源。美國聯儲局嘅減息路徑因為財政僵局同經濟數據混亂而變得模糊，市場對未來貨幣政策預期反反复复，導致美股最近進入明顯嘅調整期。納斯達克指數仲一度回測布林通道下軌。雖然上星期五美股喺人工智能板塊帶動下大幅反彈，多位華爾街分析員強調人工智能產業並非泡沫，市場信心有所回暖，但短期波動仍然難以避免。港股因為同美股高度聯動，難以獨善其身，27000點至27400點區域已經形成強大嘅技術同心理阻力，多次衝唔破之後，開始有回吐壓力。板塊輪動現象都值得大家留意，資金正逐步由上半年大幅跑贏嘅科技、芯片、機械人等成長板塊，轉向傳統舊經濟股份，例如金融、地產、公用事業，導致科技板塊出現明顯調整。有啲升得太快嘅人工智能相關股份，仲出現獲利回吐同估值消化壓力，短期走勢落後大市。如果投資者依然重倉持有成長型科技股，就要小心出現大市升個股唔升嘅情況。總括嚟講，目前港股處於慢牛格局同美股調整期互相拉扯嘅階段，預計短期內會繼續喺26500至27400點之間震盪。20天線大概喺26800點附近，係關鍵分水嶺。只要內地利好政策持續釋放，美國冇出現系統性風險，港股大幅下跌嘅機會唔高，但要突破27400點再度展開升勢，就需要等美股穩定再加埋新增資金入市配合。建議投資者採取均衡配置策略，短線操作以高位沽出，低位買入為主，避免單邊追高殺低。